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魔法椰子湯，作者阿粒。喺一個非常炎熱嘅夏天裏面，太陽就好似一個火球一樣，每日都掛喺天空。佢趕走咗雲姐姐，仲將全個森林曬到乾爭爭，樹葉乾到捲埋晒，花亦都曬到彎晒腰唞氣，就連小河都乾到一滴水都冇啊！喺一個地洞裏面住咗5隻小老鼠，佢哋每日都匿埋喺涼浸浸嘅地洞裏面，因為出面實在太熱太曬啦。佢哋已經幾日冇食嘢，大家都餓到個肚扁晒。5隻小老鼠只好瞓喺地上面，減少勞動。大老鼠餓到眼冒金星，佢捽一捽對眼，佢話：我好肚餓啊！我出去搵嘢食啦。大老鼠深呼吸一口，然後推開門，熱風即刻吹入屋，間屋變到好似火爐咁啊！二老鼠即刻話：大家姐，好熱啊！大老鼠即刻鼠個頭出去，好快又鼠返個頭入屋，閂埋門。好熱啊！出面咁熱，邊會有嘢食啊？我都係唔出去啦。如果有一碗冰凍嘅糖水就好啦，裏面加滿芝麻、花生、果仁，只要食一啖，我就可以捱到去秋天啦。大老鼠又瞓返喺原本嘅位，而二老鼠俾熱風吹醒咗，佢捽一捽對眼，話：我好肚餓啊！我出去搵嘢食啦。二老鼠忍住肚餓，然後推開門，熱氣即刻吹入屋，二老鼠即刻鼠個頭出去，熱氣打咗落二老鼠塊面度啊！佢好快鼠返個頭入屋，閂埋門。好熱啊！出面咁熱，邊會有嘢食啊？我都係唔出去啦。如果有一碗冰凍嘅糖水就好啦，裏面加滿藍莓、士多啤梨、西瓜，只要食一啖，我就可以捱到去秋天啦。二老鼠又瞓返喺原本嘅位，三老鼠俾熱氣熱醒咗，佢捽一捽對眼，話：我好肚餓啊！我出去搵嘢食啦。三老鼠伸一伸懶腰，然後推開門，佢踏出咗一隻腳，太陽曬到地下，好似可以煎熟一隻蛋咁啊！三老鼠即刻伸返隻腳入屋，閂埋門。好熱啊！出面咁熱，邊會有嘢食啊？我都係唔出去啦。如果有一個冰凍嘅蘋果就好啦，咬一啖，果汁已經流晒出嚟，仲食到嗦嗦聲。只要食一啖，我就可以捱到去秋天啦。三老鼠又瞓返喺原本嘅位，四老鼠俾幾次開門閂門嘅聲嘈醒咗，佢唔情願咁話：
大家姐、二哥、三家姐嘅開門聲好嘈啊！我出去搵嘢食啦。四老鼠拍拍手，然後推開門。佢行咗出門口，陽光差唔多可以燒燶晒佢身上嘅毛。四老鼠即刻跑返入屋，閂埋門。好熱啊！出面咁熱，連蟲都冇啊，邊會有嘢食啊？我都係唔出去啦。如果有一條冰凍嘅雪條就好啦，食一啖已經透心涼，可以好涼快咁瞓覺。只要食一啖，我就可以捱到去秋天啦。呢個時候，大老鼠、二老鼠、三老鼠、四老鼠嘅肚餓聲好似交響樂咁響個唔停啊！最細嘅小老鼠俾呢啲聲嘈醒咗，佢話：大家姐、二哥、三家姐、四哥，你哋真係餓到扁晒啦！唔使急，我有辦法。唔會，係咩辦法啊？外邊有魔法葉子。小老鼠打開門，屋外面有一堆乾咗嘅樹葉，俾風吹到喺度打轉。只要有魔法葉子，我哋就有無窮嘅食物啦！真嘅？係啊，係叔叔話我知㗎。只要將魔法葉子放入鍋裏邊，用樹枝生火煮3日3夜，就會變成一鍋好熱嘅湯啊！只有魔法葉子可能唔夠好味喎。大老鼠，你講得啱啊！我想呢鍋湯有水果味。我都想呢鍋湯有蘋果味啊！哇！我諗到都流晒口水啊！不如我哋一齊出門口搵食物，煮一鍋魔法葉子湯啦！好啊！5隻餓到扁晒嘅小老鼠一齊出門口，佢哋仲搵咗5塊大樹葉遮住個頭，遮擋熾熱嘅陽光，又搵咗10塊小樹葉綁住個腳板底，阻隔熱辣辣嘅地面。佢哋每人分工合作，各自收集乾咗嘅果實、水果乾、樹枝同埋香草，然後返屋企煮呢鍋湯。大老鼠負責攪拌，二老鼠負責斬樹枝，三老鼠負責放樹枝入爐，四老鼠負責放食材，小老鼠因為太細個啦，負責幫大家打氣。佢哋好用心煮呢鍋魔法葉子湯。當佢哋飲完第一啖，忍唔住大聲話：好好味啊！小朋友，你知唔知係咩原因令魔法葉子湯變得好味呢？懶瞓豬講故事終於出第一本嘅圖畫書，我是一塊肥皂。Hello， 我係一嚿番梘，不過我係一嚿完美嘅番梘。而呢嚿番梘覺得自己完美嘅原因係，如果想知道呢個故仔講乜嘢，就去我哋嘅網頁買書啦。魔法葉子湯，大晴聲演大老鼠，卓妍聲演二老鼠，青瓜聲演三老鼠，Anson 聲演四老鼠，開心兒聲演小老鼠。如果你鍾意聽懶瞓豬講故事嘅故仔，可以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俾我哋嘅節目5粒星星㗎。
假如想緊貼我哋嘅故事播放時間，或者知道點樣報名講故仔，就要 like 或者 follow 懶瞓豬講故事嘅 Facebook 啦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